好多人都問我嘅，點解仲咁傻豬堅持香港製造？咁我對香港真係一個情懷喺度嘅。咁我相信每一個香港人咧都會好支持香港製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生手作創辦人嘅 Sarah。生手作係一間專售賣呢個堅果酥糖嘅小店。我哋生手作自設廠房喺香港嘅柴灣，真正嘅香港製造。Sarah 出身喺海味世家，喺傳統行業打滾咗好多年，眼見海味行業日漸式微 ，Sarah 毅然喺2016年創立咗生手作，轉型做堅果酥糖生意。佢話當初選擇以花生酥糖作為第一個產品，其實背後都有段童年故事。咁我哋由細到大都係跟爹哋媽咪返工啦，其實爹哋媽咪都係照顧唔到我哋，咁我哋只能夠喺個鋪頭度自己周圍玩啊咁樣。咁啱鋪頭隔離有間小士多，就有兩個婆婆喺度經營啦。咁佢哋每個星期一兩日咧都會做啲新鮮嘅花生糖出嚟賣嘅。咁爹哋媽咪咧就為咗氹我啦，咁就買幾粒花生糖俾我，你坐定定啦，乖乖啦，咁坐喺度啦，等爹哋媽咪啦咁樣。望咗佢哋做嘢，咁其實個心都覺得爹哋媽咪好犀利啊，好辛苦咁樣。咁所以我做翻呢個花生糖，可能就想喺唔同嘅時候食翻個花生糖，我都諗起原來當初爹哋媽咪都為咗屋企而拼搏嘅畫面咧，咁係警惕自己咧，都要為下一代而努力咯。呢一粒花生酥糖承載住 Sarah 嘅童年回憶同埋創業嘅希望。當時佢特意請咗台灣師傅指導，做出最好味嘅花生糖。而家我哋就帶大家直擊薑汁花生酥糖嘅製作過程啦。我哋就將我哋嘅花生就係將佢微溫咗之後，我哋就煮糖啦，加上呢個薑粉，再煮糖漿落去，變咗做一個糖團啦。跟住再將佢放落機器嗰度，跟住佢就過咗機器去壓完之後就切完之後咧就獨立包裝。話咁快啲薑汁花生糖已經整好啦，啲花生望落仲要大大粒，等我而家試下先。啲薑汁花生糖口感好鬆脆，個甜度最啱啱好，唔會太過膩。到底有啲咩獨門嘅秘方呢？以前嘅花生糖係比較硬身，同埋嗰個花生嘅原材料都比較少啲嘅。食嘅其實可能你食糖多過食個花生，但係我就覺得而家呢個世代啲人都係中意比較健康啲啦，以原材料為主。咁我哋就落少啲糖，所以食落去咧都有鬆脆嘅感覺。生手作嘅酥糖最大特色就係糖少果仁多，每啖都係滿滿嘅堅果，成為最受歡迎嘅王牌產品之一。近年為咗迎合市場需求，推出咗多款口味嘅酥糖，俾大家有更多嘅選擇。比較 hit 嘅就係開心果酥糖啦，全部都係美國直接入口嘅。咁我哋用咗好少嘅糖，所以你食落去咧啖啖都係開心果肉。咁而呢一隻咧就係叫做焦糖夏果酥啦，特別之處係咩咧？佢係微微嘅焦糖味，同埋我哋嘅夏威夷果咧係用呢個澳洲嘅夏威夷果，所以食落係比較清甜啲，就唔會好流，唔會油分，唔會好多。生手作唔單止以酥糖聞名，同時仲推出咗唔同創新口味嘅曲奇，其中蝦子味曲奇就用上豆門蝦子同埋日本櫻花蝦，而魚薯味就用咗日本中谷原貝製成。咁啲人成日都問我點解你出啲味咁特別嘅，坊間好似少啲。其實我傳承翻我爹哋嘅海味行業，咁其實我又想將咁多年喺海味業嘅嘢，就想帶入嚟融入我而家新嘅呢個行業。咁所以我就會將呢啲食材咧就融入喺我啲新派啲嘅曲奇餅度，就俾我哋嘅下一代試下。原來乾瑤柱同蝦子咁樣食都可以㗎喎，咁樣。所以食落去咧會有淡淡嘅鹹香味，就同坊間一般甜嘅曲奇餅咧就好特別嘅，有分別嘅。除此之外，生手作仲改良咗傳統嘅鳥結酥糖，糖型比較扁身，口感軟硬適中。現時生手作嘅鳥結酥糖超過20款口味，例如曲奇味、鹹蛋黃味，而當中陳皮杏仁味就深受一眾老人家捧場啦。佢心諗點解陳皮可以做糖個咩？佢哋就覺得好奇怪，咁佢哋會好有衝動想去試咧。咁啲後生選擇啲禮物送俾老人家嘅時候，佢都會話：呢個陳皮味我可能嫲嫲婆婆中意食喎，咁佢就可能因而咁樣去買而帶動到個銷售咯。生手作曾經都面對過唔少嘅挑戰，尤其喺疫情期間，生意大受打擊。咁當你面臨逆境嘅時候，你應該點做？咪諗啲新嘢啦。咁好彩，即係機緣巧合之下咧，就認識咗真係康康 TV Mall 啦，全香港最大嘅網上平台啦。咁我哋就入咗去康 TV Mall，咁佢1年嘅生意已經係整整係我哋嗰陣時嘅實體店嘅幾倍。呢一個係幸運同埋一個商機嚟嘅。咁嗰一下就幫我哋度過咗嗰2年咯。好多人都問我嘅，點解仲咁傻豬堅持香港製造？咁我對香港真係一個情懷喺度嘅。咁我相信每一個香港人咧都會好支持香港製造。
我有時落鋪頭，有時啲人話：哎呀，好好食啊！原來香港都仲有啲咁好食嘅嘢㗎。哎呀，你好叻啊！即係其實呢啲讚美嘅説話係令到我去堅持去繼續去行呢一步咯。生手族嘅堅持唔止喺香港，佢哋嘅目光更放眼世界。我哋希望打出海外啦，將香港人製造嘅產品啦，希望都可以帶到世界唔同嘅各地啦，等啲人都知道原來香港都有咁好嘅產品，咁成為咗一個香港手信品牌。